各位嘛，各位节目师，各位中秋节的来宾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恩人好。咱大家非常的欢喜，今仔日会当来参与这个年终归歌班，这嘛是咱大家在人生修烦恼的过程一份的福报，因为咱人来到这个人世间，难免拢会做一寡唔对，所以即次咱会当有这个因缘，来得到这个殊胜的大道，搁有智慧，会晓要人进入道场来修班，参与修班。所以这是咱大家智慧的选择，所以咱有智慧的选择，上天老母特别慈悲，因为咱人生来到这个世间轮回生死，到即摆偌久啦，6万多年，咱已经轮回有几千万摆啦，但是咱所做的罪过错，遮严重。咱有在做偌济，咱嘛有知。那么呢，上天老母慈悲，互咱有这个机会，在一年的当中，互咱有修学道，恐怕讲有意无意，有心无心，有做一寡唔对，互咱做这个省思，嘛做这个悔过。那悔过，咱的罪。毋是无用，咱的全部，但是会使建立老母的迄个所在，等候咱慢慢经过一遍，来补偿咱过去历劫所做的罪过错，所以因此，咱今日天道好还，有即款的殊胜因缘，即拢是咱当时老祖师。甲咱的师尊师母，安尼特别靠奋咱的先父，以及咱的老母娘，互咱有这个因缘，这个机会，会当在世，人讲寄做，例如讲做产寄来做功德，后日将这个功德，咱来弥补这个